讲到车鼓镇特别社团伫中华有社区大学开课，伫咧教民族，咱做伙来看卖。学员练习打4门的脚步。传统车鼓镇是台湾早前真兴的民俗艺阵，中华嘛有一位车鼓镇高人施朝勇老先生。但是，即阵艺术的年纪大，这项技艺愈来愈少人会晓。都有社区大学开一门车鼓镇的课，教民众基本的舞步加歌谱戏文。伫咧好比施朝勇老师，伊车鼓镇已经渐渐无出来。外口咧传承的时阵，阮找到王立国老师是过去是施朝勇老师的学生安尼。社区这边有一阵对传统戏剧真有兴趣，遮的在地朋友来，互因做伙来学习。我应该是做头2、3年尔，像我会晓的，伫施老师遐学的，我会晓，我就甲因教。有负责教舞步的王立玉老师，嘛有教乐器戏曲的柯春豪老师。柯老师讲，车鼓镇过去拢是老辈的人一喙传一耳，无文字的记录。所以这几冬，伊甲车鼓镇相关的词甲曲整理编做教材。较早在曲传统戏曲，较做成资料，互大家要学习的时阵，有一通看，较袂讲学甲乱七八糟。咱资料甲建立起来了，以后流传嘛较都久长。大项我拢要学看卖啊。跳舞咯，还是迄个你行迄脚步，我拢卖学习啊。南管迄有迄乐器，我嘛加减学啊。柯春豪表示，早前新明星、庙会，甚至喜事丧事，拢会当看到车鼓镇南管系统的音乐，搭配趣味深色的戏文，有热场热烈的作用。即阵透过伫社区上课，教民众人车鼓，希望互这项真有代表性的台湾民俗艺阵继续传落去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